除了全球的股市在中东战火，也是影响到国际油价抢关。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加开临时的会报，昨决议要将关键原物料减扣税政策延长到今年的9月底，而且继续要来推动控制油价机制，强调今年 CPI 要控制伫咧2%以内，这个目标无改变。 中东的冲突愈来愈严重，布兰特原油的价格初三来到1桶美金83块8，短短几天内已经起超过16%。为了继续监控国际上升的情势，互各部会也当即时做出应应。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加开逐礼拜临时汇报，决议关键原物料减扣税对今年3月底延长到9月底，而且继续推动油价慢车起的机制。 目前国内石油也有160天通用，也毋过各界关注油价带动民生物资起价的可能性。行政院强调，确保国内物价稳定，会拼全年 CPI 控制伫2%以内的目标。另外，国内老牌子食品用油的大厂也同步互人点出，对2月底到3月初股价有起。 乌俄战争它影响的说葵花油嘛，葵花油它没有也没有说涨到说很波动很大，1成就差不多了啊。沙油最近应该是没有了。业者解说，实体的食品用油敢要起价，甲原料波动是上有关系。目前实体通路也未看到起价的现象。不过学者表示，若准战争的时间有久长，民生经济就可能受到真大的冲击。 能源因为它在那个生产消费都要用到，所以它的影响就会是全面性的不只是油跟电而已。很多产品的生产，一旦是它的能源成本大幅上升，那也会影响到这些产品最后的价格。 行政院强调会继续检讨国际能源甲大宗物资的变化，必要的时会适时来调整因应的措施。不过学者提醒，能源成本有全面性的影响，若准国际油价继续起，对制造到运输拢有可能反映伫个价格顶头，通货膨胀压力也是有变数。后手的发展也阁需要密切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